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嚟我嘅頻道。今日恒生指數下跌，但係咧亦都有一啲股票喺逆市之下放量上升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有啲咩股票嘅話咧，記得睇到最後啦。今日恒生指數係下跌咗2%，成交量方面係接近 MA20，佢比前兩日嘅成交量係大嘅。收市嘅價位大約喺呢條支撐線上邊，呢條支撐線係由前面個浪頂畫出嘅，大約23,200嘅水平。如果恒指再往下跌嘅話咧，就有機會喺呢一度咧有一個較大嘅支持嘅，大約就係22,600至到22,800呢個水平。今日美股係冇開市嘅，但係如果你睇翻歐洲嘅一啲大嘅指數嘅話咧，其實情況就唔係太樂觀。德國嘅 DAX 指數今日繼續下跌，去到 MA50嘅水平。德國 DAX 指數咧，佢係已經創咗新高㗎啦，但係美股其實都仲未創新高。你睇翻呢一段嘅走勢，德國 DAX 指數已經開始慢慢咁樣跌落嚟咯。英國富時100指數，你見到今日咧都係下跌嘅，而且係穿咗 MA20嘅，走勢都係麻麻地。法國 CAC 40指數亦都係下跌嘅，佢走勢更加差啦。連呢一啲 MA250啊、MA200啊、MA50啊呢一啲平均線全部都跌穿晒，所以整體嚟講個走勢其實未必太好嘅。咁我哋即管睇下聽日恒指嘅情況係點樣咧？喺跌市嘅時候，我哋更加可以考慮嘅係有啲咩股票喺跌市之中仍然可以上升呢？又或者喺跌市入邊有咩股票係可能冇比大市跌得咁多嘅呢？110小米佢形態非常之好嘅，跌咗1.4%，比大市跌得少，仍然喺啲 MA 嘅上方有支持。買個數據雖然下跌，但成交量係好少嘅啫，仍然喺呢條下降軌嘅上方有啲支持嘅。恒基地產不跌反升，喺呢一條綠色線有支持。長江基建集團成交量好少啦，雖然係一個下跌日，下邊仲有 MA20、MA200 同埋呢一條下降軌嘅支持，嚟到51.2、51.3呢啲位置，會唔會都係一個更加好嘅機會呢？心動公司跌咗1.47%，都係細過大市嘅跌幅。嚟到 MA5 有一個支持而反彈上去。跟住落嚟，我想分享幾隻喺今日大市下跌嘅情況之下，仍然放量上升嘅股票。第一隻係華虹半導體，佢今日係升咗2%，量比1.53，成交量都頗大下嘅。佢而家受制住於一條下降軌同埋另一條嘅壓力線32.75，係一個前浪頂嘅水平。佢之前嘅形態都唔算話太靚嘅，曾經跌破過120天嘅移動平均線。不過近幾日嘅走勢就尚可啦，有成交量，而且有升幅。反觀翻其他嗰幾隻半導體股啦，例如上海復旦或者中芯國際，佢哋都係下跌嘅。所以個股方面，佢係可能有一啲消息，或者有啲嘢正喺度醖釀緊，令到佢可能有一個潛在嘅升幅。我哋即管睇下佢之後嘅發展如何。第二隻想講嘅股票係布魯可，今日嘅成交量非常之巨大，量比1.51，上升0.65%，係逆市上升。今日嘅最高點同最低點都有根據嘅。最高點咧，大約呢個157，係之前嘅浪頂嘅水平。最低點去到 MA50，再加埋呢度嘅少少嘅高位啦，大約142蚊，做出個好強烈嘅反彈。連跌咗幾日之後，今日終於上升啦，而且有一個好大嘅反彈。隨時咧，呢一支咧係可以係一支探底神針嚟嘅。
期待佢之後嘅走勢。第三隻想講嘅係中國中鏈，佢今日嘅量比係2.69，成交量係頗多嘅，上升咗1.55%啦，都係唔錯嘅。而家嘅 MA 開始吹平，而且往上啦，好多金叉係開始出現，望落係一個幾好嘅兆頭啦，好似係一個見底回升，有一段行情要即將發生。不過事實上我又唔係咁認同佢可能會有一個好大嘅升幅啦，暫時，因為 A 股方面咧，佢嘅走勢不斷往下嘅，所以係有少少奇怪嘅。港股呢邊咧嘅走勢係好似好好，但 A 股嗰邊咧就反而係相反。所以我覺得只可以係不斷再觀察佢啦，而未必係一個真係好好嘅機會嚟嘅。今日嘅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